大家好，歡迎嚟到 Omega Talk，我係節目主持人羅少倫牧師。今日同大家講下宣教學呢三隻字，聽落去好似好簡單。咦，宣教學咪係講及宣教嘅學説咯？但係原來喺過去嗰50年裏邊，係有唔同嘅演進同埋改變㗎。咁已故嘅宣教學，華人嘅宣教學者連達健牧師佢一番説話咁提到，佢話宣教學咧係一個博大精深嘅跨學科嘅學問。我係非常之同意㗎。其實宣教學裏邊咧係橫跨咗唔同嘅學科嘅領域㗎。譬如有聖經嘅科目啦，整本聖經其實都有講到上帝嘅宣教，跨越咗神學嘅範疇啦，亦都跨越咗普世嘅文化社會學，同埋喺傳道、建立教會、造就門徒裏邊好多實踐嘅一啲嘅學説。所以宣教學唔係一個單純嘅學術嘅科目。咁過去呢50年裏邊咧，其實好多時我哋現行嘅宣教學嘅理論係透過宣教士喺唔同嘅工場裏邊嘅成功，當然都有失敗嘅經驗。特別成功嘅經驗咧，佢去累積成為咗一啲嘅理論，幫助到唔同嘅人咧嚟到去參考嘅。但係問題就嚟啦，咁喺某一個時期、某一個地方、某一個處境嘅成功經驗，係唔係就能夠好簡單地複製應用喺其他嘅處境、其他嘅時代呢？呢個問題係存在㗎。所以今天我哋唔單止係要學習過去嘅宣教學嘅經驗同埋理論，今天我哋要喺我哋 here and now 今天嘅處境裏邊咧，我哋仍然要去學習同埋去經驗、去實踐宣教嘅使命。咁另一邊廂，我哋喺呢一個嘅 Omega Talk 裏邊，我哋好想嘅去結構一個聖經宣教神學。除咗經驗之外，其實神嘅話語係不變㗎。喺神嘅話語、上帝嘅差派、上帝俾教會嘅應許裏邊，今天我哋作為信徒群體，我哋教會可以點樣嘅好好去理解同埋實踐上帝交託俾我哋嘅宣教使命呢？所以兩樣嘢都好緊要啦。第一樣嘢係神嘅話語、聖經俾我哋嘅啟示；另一邊廂就係喺工場裏邊實際處境帶嚟嘅經驗。咁我自己嘅老師溫以樂教授咧，佢有佢嘅叫溫氏治學法，我簡單講一講，就叫聖神理景用，聖經、神學、理論、處境、應用。喺宣教學嘅裏邊，一個好嘅宣教學嘅學説係需要過呢5關㗎。呢5關就係個聖經嗰關。喂，你個宣教學嘅學説需要符合聖經㗎。第二關就係神學啦，你個宣教學嘅學説需要配合同我哋現行嘅系統神學係要匹配㗎，係要唔會衝撞㗎。聖經神學，然後理論上係要通嘅，然後喺處境唔同嘅處境、唔同嘅時代都有唔同，所以呢一個好嘅宣教學應該係能夠應用喺個處境裏邊去實踐應用到出嚟。所以溫以樂教授佢提出呢個溫氏治學法，聖神理景用，聖經神學、理論、處境、應用，聖經為基礎，應用係最後。盼望我哋喺往後嘅日子同大家分享更加多。今天我哋你做緊嘅，今天我哋喺工場裏邊，我哋實踐緊嘅宣教學嘅理論，亦都透過呢啲宣教學嘅理論，幫助我哋今天嘅教會點樣嘅去實踐使命。Omega Talk繼續等緊你。